了这个新年头旧年尾，一寡公司开始咧分红发奖金。有一位自称是台积电老鸟的网友讲，今年的分红是高达650万。不过台积电最近要请一个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，英语爱真老，但是一个月薪水才32000，引发着讨论咯。人力银行嘛认为薪水伤低。我们将发放每个人特别奖金新台币2万元。台积电10月底运动会宣布，大人发2万块红包，学员工拢欢头喜面，大家期待正过分红嘛正式开抢。讲家己是台积电员工的网友，拢来等今年官楼3地升考，嘛互国新生的分红公式公开，亲像32 Y S Plus 3.68M， 讲的就是32这顶6年年初考照 S Plus， 领到分红就是超过3个半月，确实一月之薪水6万，分红就超过20万。嘛有知情员工讲到，家己是34这顶10年年初，分红才要650万，不过无多确认，敢真正有这个人？啊，台积电讲，公司是以营运成果，嘛参考过来业界法律水准，来决定要分偌济红。每一个人领到偌济奖金，会看业绩务、贡献和绩效表现来发。2024年第3季，我们半导体制造业的需求非常的强劲，在营收非常畅旺的情况之下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带来非常丰厚的员工分红。不过，专门小改公司立定的台积电创新馆最近看出来开，嘛互侪人伫咧讨论。约评一年博物馆助理管理员要求中英文拢爱写叫，不如个开出来薪水，一月日敢若32700。人力银行嘛认为，确实有影增加。一般呢，半导体产业的行政助理职务平均月薪起薪大概是在3.3万元以上，外语加级的话，平均大概可以再加薪3到5千元左右，月薪大概要在3万6千元以上，比较符合期待。人力银行调查显示，今年台湾整体一年薪水平均80万里，其中半导体业平均103.5万，小人数8年冠军。第2名到第5名嘛差不多拢是科技相关产业，和其他行业的上班族拢感觉有够嫌身的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